莫文記都要排隊㗎，係嘛？莫文記又要排，莫文記排完仲要排牛奶公司。佢仲有麥恩啊 ，OK 呢度間間我都食過，恒香我又食過，佢有個崩沙，崩沙阿 Polly 同我食嘅，呢條街就食街啦，麥恩。澳洲牛奶公司，哎呀，麥文記依家排隊排得好緊要喎。係咪呢度啊？麥恩入嘅，麥恩10點先咩㗎？牛奶公司，今日我介紹 Casey 係食牛奶公司咧，佢又食咗2碗，非常之好啦。牛奶公司，我哋行下先食。嗱，麥文記，你冇睇小麥文記，我喺呢度食咧，曾經碰過起碼2、3個明星喺度食嘅。米其林我驚你啦，哇 Michelin， 麥文記我第一次見到麥文記有 Michelin， 所以呢度點解我平時都住喺呢度？因為大把，你睇食乜都得，乜嘢都有。劉興記啊嚇，呢個食生煎包，都係好多明星喺度。生煎包啊，呢度咧嚟到香港，我覺得最重要係要食呀，就係呢條街乜都有啦，真係呢條街冇介紹錯嘅。OK， 嗱，銀龍啊，呢條街乜嘢都有噶啦。來，前面就佐敦了。我感覺很飽，因為我剛剛吃很多肉啊。還有那一碗料。嚇？Ghost 啊？嚇？係咩？係行下啦。但呢條街咧就係真係好多美食嘅嘢啦，我個人就好中意嘅，次次嚟我都盡量食一次麥文記啊，食一次牛奶公司。你今日食咗未啊？未啊，你一陣食啦。